各位小朋友、家長、導師平安，我係禱告勇士周卓如。今日係12月21號，距離聖誕節仲有4日，我哋進入將臨期嘅第4週，我哋會燃點第4支燭光，代表平安。請聽天使所報嘅佳音，以馬內利定必降臨。教會於12月25號舉行聖誕嘉年華，讓我哋一同為聖誕嘉年華嘅準備工作禱告，求主使用聖誕嘉年華成為福音嘅種子。喜歡親近人的上主，你願意我們能全方位地認識你，與你親近。藉着今年的聖誕嘉年華，讓我們以全人的觸感認識救恩的奧妙，體驗聖誕的質感。我們為聖誕嘉年華的每一個攤位禱告，求主藉着每一個精心的設計，每一處溫暖的角落，讓參加者能與耶穌相遇，感受自己全然被主所愛和接納。誠心禱告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如果你完成咗禱告，請叫你嘅爸爸媽媽將你禱告嘅相發俾導師，我哋會將相片貼喺教會嘅蠟燭上，以禱告迎接主耶穌。